學生兄弟，一年一度走大賽喺我身後邊嘅呢條河道，而家激烈舉行緊。聽講今年仲有女子隊參加添。好，而家帶大家去現場感受啊！出發 ，Let's go！ 你好，沙波咁靚啊！上次係真係快俾你睇嗱，好啊！哇，有風聲啊！呢啲有風聲啊，超級正常啊！今日得啦，掂啊，唔使講啊呢啲啊，緊就係未冠軍啊！肯定啦。如果攞唔到點算啊？攞唔到就翻屋企，唔去食飯啦，唔慶功啊！好有信心啊！好開心啊！好開心，係啊點解你個身咁乾嘅喂？咁濕嘅？下到鬼咁啊，仲話唔出力添，唉，唔濕添，口都未口得過氣啊！係嘛？係啊，乾埋件衫啊！哇！現場非常之熱鬧，氣氛激烈。如果攞唔到冠軍點算啊？維持好喎，係啊，咁大劑，必勝啊！三兄弟，江浩1號必勝啊！當激烈。必須係冠軍啦！江浩1號冠軍留本。只有贏係咪？係繼續正常，啊精神啊！超級正常，超級正常，要超級贏，繼續贏，贏，冇辦法，江浩1號好嘢啊！超級正常，超級正常。馬麗，啊，就算殺入決賽啦嚇，係，就算殺入決賽，學生兄弟，精神啊！我哋而家出發啊！冠軍必屬我哋啦，我哋傾㗎啦，呢個根本上阻止唔到我哋奪冠嗰種勢頭，兄弟們。雖然我體型有少少超肥啊，喺呢個隊伍入邊比較強，但係都阻止唔到我哋奪冠。勝利！江浩1號帶埋，精神，精神，精神。好，加油！掂，全部贏，大家一齊衝線！個個咁快！靚仔嚟，要先，靚仔幾歲？靚仔14歲啊，14歲啊！哇，國家棟梁，掂水！加油！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大家加油！決賽見！落幾廿千你行一落都冇行一輪good喎。心情如何？好開心啊！Very good。好，開心龍舟。點解火之船下嚟嗰啲就100你咁多人得150就翻船啦，可以頂啊！頂實啦，發球馬升船食啊！加油！必勝！冠軍又是我們，必勝 ！OK。正常，超級正常。好，加油！到你。一個唔小心
又贏咗，贏咗，又正常啊，又正常，我又喺呢度啦，一個唔小心又贏咗，正常，啊，好嘢好嘢，真係冇得傾，超級正常。哇！你真係，哇幾 fit 幾 fit，係嘛？fit 到流，陰公，哇乜晚餐食啲咁嘅嘢啊？呢個補充體能啊，呢個係等決賽，等決賽，啊！呢啲家屬啊 ，VIP 座位，全靠呢班家屬。哇！你哋真係頂級嘅，你哋就廣告你真係冇得傾嘅你哋。我哋啲婆乸煮飯出嚟嘅，好長喎，流管加冠軍戰。好嘢好嘢，全靠你哋先攞到冠軍嘅咋。晚餐係咁噶啦，啊簡簡單單一餐啊。你咁大隻，起碼食3個包先得啊！食咁多啦。哇！啊！喂，各位兄弟，嗱，集住啲，帶獻表我，我自己表自己。做緊自己實力，一定要勝利嘅。唔勝利冇翻嚟啦！掂，喂，掂，精神，超級精神，好，掂，多謝，好。耶佢，哦，耶佢，好，耶。哦耶！好。冠軍出發！各隊注意！預備！大家幾多歲？14歲，5年級。5年級，咁啊4年級係嘛？3年級。3年級，哇咁高大嘅你哋。係啊。哇，1年級。佢1年級嘅喎。點解咁中意爬龍舟？因為野外。好。帶水球仔。好。帶水球仔。OK，加油啊！加油！
呢集認真刺激，相當刺激。係。哇！爬龍舟真係又辛苦又刺激。隊長講多2秒鐘，你隊長點睇？啊，非常之艱苦。啊，嘅努力係啊，唔緊要，繼續。係啊，好 fit 啊，我哋都已經係嚇，冇錯，欠缺少少運氣啫。冇錯，嚇，比較進步，我哋空間自己。好，係嘛？成日都第一唔得㗎。係啱，俾啲機會其他隊。冇錯啦。係點睇啊？阿期望。唔係叫錯咗。啊，sorry，三個老婆。係啦，六個老婆，三個老婆。點睇？哦，第一個啫係嘛？哦，OK。學生境內稱霸，喂，我哋學生境內嘅麥北角全領稱霸，唔好意思，正常，超級正常，犀利！唉，冇辦法，今日我哋爭少少啊！我哋學生攞第3。冇攞冠軍點睇？格局打開啦，係咪？咁成個冠軍好唔好㗎？咁啊，得閒都攞下第2、第3、第4咁玩得都好㗎，係咪？啱啱唔啱？啱。讓啲機會俾人哋。OK，冇問題。同埋自己有提升嘅空間係咪？係冇錯，超級正常咁樣㗎。幾好笑容，幾時都咁好笑容。梗係啦，真係掂。隻豬打開嘛。今日嘅龍舟比賽結束啦。雖然我哋學生兄弟隊啊，今次冇攞冠軍，淨係攞到嘅第3名，但係我哋成隊人依然係冠軍，因為大家好團結，佢哋嘅屋企人好團結，好支持佢哋。大家開玩笑話，啱啱開平贏咗，陽江又贏埋，次次都贏嘅話，好似冇晒機會俾人哋，唔係幾好，所以大家決定話，你明嘅啦。所以雖然大家今次冇攞冠軍，但係攞冠軍對於學生兄弟隊就好似食青菜咁，所以期待我哋下一次冠軍，加油！